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基隆中元祭的放水灯游行，人气爆棚。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游行的街道上，满满的民众夹道欢迎，全家大小出动来观赏1年1度的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一起来认识基隆这个100年特色文化庆典。刚刚看到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目前是那个舞龙舞狮啊，对，吕师傅舞龙舞狮，对，还不错哦。对，我喜欢那个打鼓，还有舞龙舞狮那里，还有就这样2个就好。他们知道是什么叫基隆中元祭吗？就是他边车子过来的时候，会边跟他讲解这个是什么缘由。然后像刚刚第一台主普坛的那个上面有要放水灯的那个，会跟他讲说那个是为什么要放水灯。对。市长加油！好，谢谢。活动开始前，基隆市长谢国良步行前往游行主舞台，一旁的观众们也跟市长热情的打招呼，为市长加油打气，甚至还有民众热情跟市长一起拍照，显示市长谢国良的高人气。很多的民众都有跟国良，我们都互打招呼，那我们都非常感动，大家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这个我们都会继续的把这些当作我们努力的原动力。虽然途中有遇到罢免团体表达意见，甚至一度跟市长非常接近，不过市长也很有风度的致意，希望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只要保持好适当距离。没有关系，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元祭，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有一点点安全距离，我个人会建议这样。而在开幕典礼上，市长、议长跟主普的张廖简信宗亲会代表都感谢各单位的支持，让中元祭顺利来举办，共同祈求老大公，让基隆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让基隆越来越好，更加和谐，大家赚大钱。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我想我们1年1年会让我们的文化观光局把它办的呢，除了保留我们的文化元素以外，最主要是要吸引更多海内外的观光客来到基隆来消费，并且来共同跟我们同欢同乐。我们基隆这个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隆中元祭。再次感谢我们张廖简中亲会及各姓中亲会理事长、总干事劳心劳力的文化局，包含我们全体的同仁、全体的市民，这是我们基隆人最凝聚、最团结的日子。我们继续怀抱这份感恩，缅怀历史的苦难，感谢先人的开拓，祝福我们基隆的未来，祝福甲辰金龙年中元祭顺利圆满。我们各项的活动都非常的顺遂，我想这就是老大公好兄弟，甲家人真好，真济的庇佑，我咱家人这个在我们敬爱的谢市长带领之下，所有的活动都是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今天特别感谢从中央的长官到我们国内外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的参与，让基隆的这个中元祭盛会可以说是空前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络。从谢市长上来之后，我们每1年都邀请我们国外的姐妹市都过来。今天我们韩国姐妹市、日本姐妹市，还有包括我们各国的姐妹市都过来，希望我们感受到要基隆市的光彩，基隆市藉由这个中元祭发扬光大。在游行队伍中，基隆的宗亲会、各机关、学校团体不分年龄，都上街进行一个大型的艺文展演，表现出基隆丰富的历史底蕴跟多元的文化，也展现各姓氏宗亲们的团结气势。而观众们夹道欢迎，不时地给予掌声鼓励。游行最后还有雨都舞蹈团的大型啦啦队，让台上台下跳成一团，充分展现了基隆中元祭承先启后、和谐欢乐的主要意义。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在八斗子望海巷进行的重头戏放水灯，各县市宗亲会也会将水灯头依序推入海中，为海上的孤魂引路，伴随着烟火点亮八斗子的夜空。谢
绚丽烟火划破夜晚星空。基隆中元祭17号晚间11点，在望海巷举行重头戏，释放水灯头。各中庆会水灯头依序点燃，救难人员一个接着一个推向大海。民间相信，火烧得越旺，运势就会越好，也象征带走民众对好兄弟的恭敬之意。我们整个水灯，你仔细看哈，很多的凤凰。为什么要有凤凰？以前中庆会都是我们所说的中庆会都是由男性在参与的。那因为现在两性平权了嘛。最爱的活动中元节就是放水灯，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每一个中青都用他们最大的宽容跟爱，表示对过去的老大公他们的一份心意。更重要的是把水灯放到海里面去，郑重的邀请他们明天可以来参加中元节的普渡。基隆市消防局救难大队出动大批人员协助中庆会释放水灯头，务必做到安全第一。我们警消总共出动了14位同仁，然后还有救助中队出动了8名同仁，还有我们救难协会总共出动了24位的同仁，还有我们准备4艘的船艇以及2艘的遥控救生圈。这样，那今年的海象呢是在8点15分左右是满潮，那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是干潮，所以目前应该是属于退潮的状态。搭配传统的放水灯，然后再加上在水灯下水的时候会同时释放烟火，那这个是对摄影玩家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在传统上面来讲，水灯头的一个记录也会是在基隆的一个传统上面非常大的一个节目。副市长邱佩玲、民政处长张渊祥、文管局局长江婷梅等人全程参加放水灯仪式。邱副市长特别感谢各中青会在筹备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也期盼这场盛会能为基隆及全国带来祝福。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2024巴黎奥运圆满落幕，新北市政府在板桥区举办台湾骄傲新北荣耀感恩茶会，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参与，肯定每位选手这一段时间的辛苦表现，为台湾争取荣耀，并期待大家4年后再创佳绩。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下午邀请奥运英雄们出席奥运感恩茶会，向出赛巴黎奥运的所有新北运动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努力奋战，尽全力展现平时训练成果，带给国人们无限感动。特别要谢谢林立铁，还有我们的志强教练，这一块的金牌的意义，真的牵动了整个台湾人的心，牵动了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运动，更凝聚我们大家团结。运动绝对会让我们激起我们对国家的爱国之心。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选手、教练和训练团队走过漫长艰辛的训练过程，征战世界赛事，展现坚韧精神，为国争光，毋庸置疑是台湾的骄傲，也是新北的荣耀。侯友宜也说，观赛时国人不分你我，为选手们加油打气，令他很感动。一个运动赛事，不分你我，大家一起为我们自己国家的选手加油打气。每一场的比赛都震撼人心，每一场的比赛，我们都给我们代表台湾骄傲的选手，能够为国家争光。运动比赛的过程当中，几乎每一场都看，不然刚开始的射箭，后来的体操，包括跆拳道，包括我们真联的柔道，后来的最后上场的义庭的拳击，我每一场都分享大家站在场上最勇敢、最漂亮的身影。我以各位为荣，我以各位为傲。新北市有这么好的选手，这么好的教练，真的我非常的感恩。市长侯友宜也于茶会现场致赠每位选手专属应援毛巾，并让现场选手及教练于身上白 T 签名，表示自己是每个选手的头号粉丝，会永远为选手们应援加油。中华代表队今年在拳击项目中获得1金2铜，
其中，台湾女子拳击奥运金牌好手林玉婷在出席茶会时，被问及是否还会一同参与2028洛杉矶奥运及相关拳击赛事。林玉婷坦言，现在局势还不太明朗，不过拳击协会秘书长有说将会参加新组织，未来也会积极参与各项赛事，盼一切能往好的地方前进。会有机会2028要一起拼奥运？2028没有，因为现在局势也不大明朗，但是目前就是看起来就是新组织应该是势在必行嘛。那目前就是也是乐观其成。那未来就是当然是会希望说有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秘书长应该也好像出来说我们有确定会加入到新的组织，那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3度出征5环殿堂，36岁的柔道国手连真麟会后被问到是否将成为体育暨运动发展部筹备小组的咨询委员时表示，他对相关细节还不清楚，但很有意愿。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透过自己的旅日背景，让台湾柔道能第一时间吸收到日本最新的资讯及技术，成为台日之间的桥梁。不只是柔道，希望在台湾体育各方面都可以向强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资讯，然后我会好好做日本跟台湾的桥梁。一切就还是要等到这一段时间休息完，然后到9月回日本跟会社讨论，才能跟大家讲接下来会怎么走。新北市体育局会后表示，虽然2024巴黎奥运已圆满落幕，但紧接而来的巴黎帕运将于8月28日至9月8日举行。台湾代表团这次共计13人出席参加，也呼吁大家之后能一起为每个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奥运金牌全后林玉婷是土生土长的鶯歌人，鶯歌区公所周末特别举办大游行，邀请林玉婷与曾自强教练一起回来游行，吸引了上千人前来一睹全后风采。众人一起拉响彩炮，为林玉婷英雄大游行活动拉开序幕。鶯歌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拿下台湾史上第一面奥运拳击金牌。鶯歌区公所特别在周末为她与教练举办大游行，吸引许多粉丝到场应援，就是要告诉林玉婷大家对她的热爱与支持。我从高雄仁武来的，因为想说，就是热血啊。我觉得我以后不见到应该会，就是这次不来应该会后悔这样。所以我就来了，就跟他说他很棒这样，然后会成为我的榜样，是我很好的榜样。我是从板桥。从板桥来的。对。我想要来这边。我前2天就有去他的那个签名会了，因为我要帮玉婷加油，她是台湾的女儿，台湾之光，她超棒的，超爱她，我爱她，林玉婷。新北副市长刘和然也到场参与游行活动，表示林玉婷是台湾新北鶯歌的女儿，因此特别在她的家乡鶯歌举办大游行，而且特别规划绕行林玉婷的3所母校：鶯歌工商、鶯歌国中，最后回到鶯歌国校，让林玉婷感受到鶯歌人的热情。一来是让我们的玉婷过程的辛苦跟她的荣耀，跟我们全部的鶯歌区的好朋友分享。第二个，也让玉婷感受到咱鶯歌地区对你的热情跟支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的路线安排也跟玉婷完全的连结。第1站到鶯歌工商，第2站到鶯歌国中，第3站要结束就回到鶯歌国小。刚好是鶯歌地区3个学校也是他就读的3所母校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再次的证明台湾的选手只要努力，加上我们志强教练这种顶级教练的陪伴，我们会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林玉婷致辞时感慨，从鶯歌国中走到鶯歌国小，短短几分钟的路，好像走了15年。她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与喜爱。大游行是选手、教练与后勤人员的荣耀时刻，也希望大家无论夺牌与否，都能继续支持台湾的体育。我觉得就是大游行是与所有运动员，然后教练，然后以及所有全体的后勤人员一起的荣耀时刻。那在这边，我觉得是我们所有鶯歌人的荣耀时刻，所以在这边能够与大家一起见面，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然后就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曾经是跆拳道国手的新北市议员洪家军表示，他非常能体会曾自强教练的哽咽与感动。看到这么多人来力挺林玉婷，也展现出奥运推崇的和平精神。这样的正能量对体育跟教育的发展都是重要的推力。我相信很多的当过运动员的选手或教练，甚至到家长都可以知道那样的一个过程是极为不容易。那第二个，我认为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它的用意是除了让运动员追求更好、更高、更快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之外，还有一块就是带来和平。那刚才大家看到地方的政治民意代表大部分你知道吗？颜色，那大家可以凝聚这样所有的一个向心力，还有我们在场满满的这样的一个乡亲，所以我认为把大家的力量集中，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去推动，不论是体育的发展或者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发展，真的都需要这一股力量，作为台湾最重要往前走的一个力量。林玉婷莺歌大游行吸引上千人涌入，一睹全后风采。林玉婷跟教练曾自强也在车上用手机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感谢民众对他的支持，也谢谢全集让大家能够认识他。记者赖伟一新北报道。桃园市立新民国中棒球队在美国密西根州抱回了2024 LLB 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的冠军，缔造了台湾3连霸的新纪录。桃园市长张善政前往桃园国际机场迎接选手们凯旋归国。看到选手推着行李一一现身，现场亲友加油团立刻为他们送上欢呼。桃园市立新民国中棒球队日前在美国密西根州抱回2024 LLB 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冠军，不仅完成校队2连霸，拿下校史第6座冠军，更缔造台湾3连霸的新纪录。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在14号晚上前往桃园国际机场迎接选手们凯旋归国，为他们披上桃园之光彩带和花圈，恭贺他们不仅是桃园的骄傲，更是台湾的骄傲。今天晚上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到我们桃园机场来迎接我们桃园新民国中的青少棒队到美国的密西根州拿到全世界的 LLB 青少棒的冠军。我想身为桃园的市长，身为桃园市民，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光荣。我们的新民国中不只替我们桃园争光，更替我们中华民国争光。他们前一阵子拿到亚太区代表权，现在又从美国抱回世界杯的冠军哈，我们觉得我们桃园真的是一个棒球的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城市。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些棒球选手再下来到高中，甚至再往下走到成棒，还是一样能够维持这么好的表现，变成我们国家未来棒球最杰出的明星。新民国中棒球队总教练也肯定这次选手们的表现，有顶住压力、冷静面对每一场比赛，尤其投手和手背都守得很稳，才能顺利在冠军赛中击退地主队夺得冠军。这次很恭喜的很开心，然后这次完成了连霸，然后这次比赛小朋友就是也有顶住压力这样，然后尤其在对上地主队的时候，密西根，然后在满场的观众。然后小朋友有顶住压力，然后也顺利的拿下了这次的冠军。然后尤其在投手，就是先发投手范丞俊，然后在我们的守备的帮忙下，守备帮忙很多，然后让他很安稳的投每一个球，然后也投了完封这样完成这一日的比赛，然后也顺利的拿下这次的冠军这样。其中总教练也特别称赞总决赛先发投手范丞俊，年仅国1却完投7局无失分，还狂飙7次3振，几乎封锁对手打线，堪称投出国中代表作。而当天范丞俊的家人也特别穿上阿美族族服前来迎接他。而去年帮助龟山少棒拿下威廉波特季军，今年升上新民国中后又拿下次青少棒赛冠军，也让范丞俊感到很开心。对手强吗？很强，对手都很强。因为人的工作也是像是你手背这样子，那打击呢？有关也是。现在又刚好升上国中，又再拿下一座冠军，你有什么感想？很开心。那未来有没有什么目标？希望可以迅速的。就是范丞俊投手啦，因为这次表现在冠军赛真的表现的可圈可点因为他也是应该升上国中的第一场代表作啦，然后尤其又是在美国，然后所以希望
他可以增强他的信心，然后往后可以再更加努力这样。今年一共有12队参加世界刺青少棒锦标赛，竞争十分激烈。然而，新民国中棒球队以4战全胜的绝对优势抱回冠军奖杯，替台湾拿下该项比赛累积的第10冠，可说是桃园的荣耀。而在他们凯旋归国之际，同样桃园出身的龟山国小少棒队也接棒在美国威廉波特展开世界少棒赛，期盼能延续士气，再接再厉，为台湾争光。记者刘婷台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南仁德区的二空眷村，经过1年多的修复工程，现在已经改建成二空新村园区，希望能够借着文物，将共同的记忆永留居民及后代子孙心中。二空起源于日本时期空军的补给总部，1950年国民政府建制二空眷区，随着人口逐渐增加，二空眷村因此诞生。后来眷村迁建，二空原住户陆续搬离。2022年，市府在进行修复工程，建造二空新村园区。我是48年到二空的，像那个防空碉堡，以前我们在的时候啊，我们还上去玩那个叫做试管50机枪，能够保留的，没有那个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或者说，你看有的人问说为什么锈的啊，什么也不知道刷它起来，不，这个原味就是这样。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二空新村是台南市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园区。肩负推广眷村历史文化责任，南侧的防空碉堡是日治时期到战后防空军事设施的重要见证，具历史文化价值。另外还设置一架 F-51退役战斗机，也是航空工业划时代的产物。这些过去的回忆能够具象化，或借着这些文物或者这些过去的纪念的这个共同的记忆，能够把它留存下来。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回忆，而且能够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物件，那能够一直留存在居民以及后代子孙的心中。透过二空眷村改建，将早期的生活点滴具象化，同时彰显当年空军的军风以及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顺怀台南报道。接下来带你来看捷运绿线，是桃园自办新建的第1条捷运，历经6年，克服各种工程挑战。8月19号，桃园区地下段的传统原隧道全数贯通，代表目标115年通车到艺文特区是畅行无阻的，也是桃园捷运建设的重大突破。桃园捷运绿线桃园区地下段的传统原隧道在19号正式宣告全数贯通。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到工区视察，见证捷运建设重大突破里程碑，也代表着目标115年从艺文特区通车到机场捷运坑口站的路段已经畅行无阻。今天我们在未来绿线捷运的 G10 站，也就是艺文特区站举行G10到 G12的隧道贯穿典礼。G10到 G12是我们目标拼后年要通车的捷运的唯一的一段隧道的路段。G10到 G12通车以后，等于我们完成了所有这个要通车路段的隧道工程。G12以北一直到基捷的这个坑口站是高架路段。今年的3、4月，我们才完成了高架路段的合龙。在7月份，我们完成了未来是我们捷运大脑心脏的这个机场的这个上梁典礼。今天我们又完成了 G10到 G12这一段隧道的贯穿典礼，等于我们又向后年绿线要北段通车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的11月开始，这个已经贯穿的路段会开始铺轨道。12月月底，我们的捷运列车会从韩国运到我们桃园来，开始准备做测试。我想这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里程碑完成，一一都在告诉我们桃园所有的乡亲朋友，我们捷运绿线正向我们后年顺利通车的目标迈进。
捷运绿线是桃园自办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线，107年到108年高架及地下段陆续开始施工，历经6年的辛勤努力，陆续克服各种工程挑战，主线高架桥梁在今年4月合龙。市长特别感谢工程单位与捷工局的努力，不仅跨越重重考验，也为了能顺利通车，加紧赶工，缩短了99天的工期。后年我们希望从艺文特区到这个机场的坑口站能够完全通车，这个是桃园自己新建的捷运第一段的通车，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捷工局，还有我们所有工程团队的同仁，在过去6年期间将士用命，24小时不停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通车的里程碑，非常谢谢他们的辛劳，期待未来完全通车之前，他们还会继续的努力，达到我们要通车的目标。捷工局表示，绿线捷运是桃园捷运路网的第一步，后续包含棕线及绿线延伸中立等工程也将陆续推动。这次的隧道贯通经验，让捷运局对于如何克服桃园地层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相信可以将成功经验回馈在后续其他路段施工，降低工程阻碍，让桃园捷运工程稳健推动，为民众带来更安全便捷的轨道运输系统。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再带你来看，柴山志洪池大雨过后，渠水会呈现乳白色，而且还会飘出淡淡的硫磺味。经过调查，是硫磺涌泉造成的，这也是全台唯一有发现的地方。刚下过大雨的柴山志洪池渠道内一片黄浊，但可以看见涌泉出口仍然偏白，还在涌出清澈水泉。对照晴天景象，就能明显看见水色呈现浑浊的乳白色。因为在志洪池内有几处硫化涌泉，高雄市柴山会是从2013年在涌泉处发现白色水泉花而开始调查。我们是从2013年做柴山涌泉调查的时候，发现，在石头宫到龙泉宫的那一段水渠，它有不断出现那个水泉花，就是白色的乳白色物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当地民众叫它水泉花。当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污染物，因为我们当时候调查的时候是在干季，到了雨季的时候。随着涌泉冒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种白色物质的水泉花不减反增，越来越多，而且那一种硫磺味的气味越来越强。在那一年，我们就确认它跟污染无关，它跟涌泉涌出来的水有关。柴山会更进一步邀请高师大教授共同研究，才发现硫化涌泉是富含900多种微生物的无氧地下水，带出地面时经过细菌分解，因而产生类似硫磺的臭味。所谓的极端就是说，这900多种的微生物，它在地底层，它必须要呈现一个无氧状态，而且要透过涌泉把这一种物质推出来。推出来的过程里头，又要被细菌运用，然后才会出现气味，然后才会再出现这种白色的水泉花。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也曾下到渠道进行了解，发现渠水不算清澈，且有硫化物的气味，而水质初步勘查是正常。闻起来的时候会有硫化氢那个臭味，常常讲硫化氢是有臭鸡蛋的味道，可是这个浓度没有很重。不会对目前为止是不会对人体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现场一些鱼类在里面有之在，其实对现在看来目测的话是水质正常的。由于冷泉版的硫化涌泉形成环境复杂，相当罕见，全台仅发现这一处。柴山会希望市府能够协助志洪池附近的水土保持，让涌泉能够持续保留。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国立台南生活美术馆与台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办理的文化痕迹台湾鲁凯女性文手文化艺术展，透过6馆合作，以台湾鲁凯族女性文手文化研究为起点，向观众展示原住民女性文手的生命故事。文化部长期支持原住民族文化发展，这次由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与市府合作，透过生活美学馆
市府原住民族文物馆、札哈木会馆与屏东雾台、泰武与来义文物馆6馆合作，推出文化痕迹台湾卢凯女性文手文化艺术展，日前正式开展。现场还有来自泰武乡族人带来古谣吟唱，为特展献上祝福。这个计划呢，其实历时了2年。那我们的策展团队就由台南市政府呢来组成，然后呢跨区域的串联屏东县政府，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计划，就是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交流。那我们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是文化部所属的单位，我们的服务范围呢是南部7县市，从金门、澎湖、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到屏东，所以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个合作的计划，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到原民会的资源已经4年多哈，那我们去年呢是跟文化中心三地门这边的合作，那个飘的一个移民的舞台剧，那是第一次跟原乡的比较深层的合作。那感谢生活美学馆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再跟我们的部落呢有这样深层的结合哦。那其实要感谢我们各位顾问跟我们的指导。出席贵宾除了泰武乡族人，还有泰武、雾台与来义乡公所代表，和屏东、台南市议员等，以及6位女性文手者的贵宾。他们以排湾族连杯共饮的仪式揭开展览，也象征6馆合作珍贵意义。谢谢，有你们的故事，让台湾原住民更加美好。这项展览筹备了2年，从第1年研究调查、纪录片的巡回播放，到第2年特展与专书的分享。期间，团队还数次往返都市与部落，邀请族人分享与参与对话，才有这次盛大的展出。这3条溪流域，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之河，孕育了在那一群居住的排湾和卢凯族。千年来，有女人成长的时候就会纹手，来彰显她的家族、她的身份，还有她的纹样和美貌。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要串联1000年来、100年来到几十年来我们的迁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消失，和我们未来预备重振的某一种人生哲学和态度。这次展览特色以部落地图作为地贴蓝图，呈现文手文化在传统领域的山岭与流域之间所形成的空间分界和相应的关系，以及原住民族的迁徙和台南市排湾与卢凯族人的分布图示。这场展览从即日起到9月22日，欢迎民众踊跃参观。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台北市政府去年推出好运乘车补助政策，针对使用服务的妈妈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平均满意度达4.7颗星。连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以使用者的身份分享搭乘的经验，让市民很有感。台北市好运 To You 专车补助满周年，17000多名孕妇受惠，即将突破46万趟次，并且调查满意度在满分5分钟获得4.7分。不少孕妈咪们表示服务贴心，另一半也放心。问卷的结果到底5颗星，我们可以得到几颗星？那是不是市长可以帮我们先从申请流程，有从所谓的医疗院所，还有很多的单位，甚至网络线上都可以直接申请哈，到底几分？噔噔噔，总共是4.5颗星哈。那可能有些人希望更便利，那也留下了资讯，让我们作为改进，所以我们再来努力。好，那到底支付体验里面？
验上来讲的话，到底这个使用感觉如何？而且我们便利，然后甚至申请快速等等。好，那是不是请市长再帮我们看一下？是点是所以我想在整个这个支付体验上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系统上我们已经在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改善希望未来的支付体验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突破，但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努力，也跟资讯局共同期许来合作。好，那司机服务的部分。OK， 那我们也有试点3颗星，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来讲的话，我们不断的给司机有更多的一个教育，也希望他们能够配合。这次3000多份的这个问卷里面，其实有2000多份，他们很感谢司机对他们帮忙。那说了很多的小故事，包含他们会帮我们的孕妈咪带着这个他的行李，然后提上楼，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整体的满意度到底是多少？请市长帮我们打开这个星星。哇！来到4.7颗星所以呢，也让大家知道，我想这个政策真的是很符合妈咪们的一个需要但是呢，这个我们有接棒的不管是所有今天在的议座们，还有市长对我们期许，还有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孕妈咪们，还有我们的家人交代，我们一定把这样的政策做得更好，让大家的体验越来越好。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常常在很多活动的场合，会突然有一个妈咪过来，他就说：“市长，我有在使用你的好运to you专车，我们好喜欢这项政策。”或者是有很多的妈咪，他会发一张 IG， 然后 tag 我，然后告诉我他们使用的心得。那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肯定，也非常谢谢我们市府推出这样的政策。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暖心，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等一下除了有抽奖，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可以抽到对于照顾 baby 很多的用品，更重要，我们这一次也扩大我们车队他们营业的范围，也就不再局限在台北市，到外县市也可以使用。不管是想要出去走走回娘家看看亲友，或者是想要走走舒缓压力，甚至有些孕妈咪想要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享受 me time， 我们都很愿意提供这样的乘车服务。最主要，我自己3个孩子，我每次看到我太太从怀孕开始到生产，到生产后要带1岁以前这么小的 baby， 很辛苦。不管是如果很多停着大路要过马路，要挤公车捷运，或者是很多妈咪她可能遇到下大雨，要撑伞，要抱着 baby， 要背妈妈包，真的很不方便。这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轿车的服务，提供它不只是省下车子，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贴心的服务。所以未来我们这样跨县市提供服务，不管到台中、高雄，刚我特别问局长，宜兰有没有？有，我太太以后可以用到，会有以后吗？我们拭目以待今年母亲节生产的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带着3个月大的宝宝出席记者会，以使用者身份分享搭乘好运专车经验，谢谢有耐心的司机在搭车时给予关怀帮助，建议服务可以更精致化。另外有妈妈们表示这项政策非常实用。那像市长刚刚讲的，我们台北市的这个金额还有使用期限，现在看起来是傲视全台了。这是我作为台北市议员，作为台北市民很骄傲的一点。我看到今天有很多这个问长大哥也来到现场市政府推这个政策，我们要谢谢很多民间单位跟我们的协助，特别是第一线的问长大哥，因为我怀着一胎胖的32公斤，基本上每次坐计程车都很像恐龙在上下车，所以很需要这个很有耐心的问长大哥多等我们一点时间，或者多给我们一点关怀，都有很多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特别谢谢他们。那当然，这个服务推了之后，我作为议员的角色还是要继续监督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这个服务可以持续的优化。我看到今天这个合力厂商、协力厂商有 Convi
所以在想说，是不是台湾大车队还有我们这个大都会车队，可以思考开始我们好运专车，也许配置汽座，然后在这个无烟车的驾驶鼓励肯定的方面给他们这些评鉴，那让孕妈咪或者是带着宝宝的妈妈，这个实际使用上面可以更方便。这是我们迈向2周年，希望可以优化的具体目标。那刚刚市长有讲说，这个也许他明年还可以再用。没有，我们有画到宜兰。没问题，你不要客气，不要谦虚，我很看好你。因为是这样，我当这个市长上任了1年多来他常常每次开工，我就会送很多金铲子到议员的研究室。我个人就收过你一堆什么贯穿石啊，这个金铲子看起来是蛮有效的。所以呢，礼尚往来，等一下我就回去打包好玉棉送到市长办公室希望明年2周年的时候，市长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心得，好不好？好。因为我是比较懒惰的，就是上网申请，然后怕说会很久，可是其实很快，大概1个礼拜就出来，然后在台北通上面就可以使用。对，就用 App， 就是他在那个市民热线的平台申请之后，然后他在台北通上面就会多一个就是那个好运证。那它上面其实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是，我不用透过轿车系统，我其实直接从台北通上面我就可以。定位说我想要哪边叫车，那他车到的时候，他也会很贴心的跟你说，车已经抵达，你是否上车这样子，然后到场，它有2个选项，就是在支付的时候可以用，就是扫 QR code， 然后或者是那个直接手动输入那个金额。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然后还不知道怎么用，其实司机其实也都蛮热心，就会跟你说，就是有个那个 QR code， 或是你按那个数字，金额比较快。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就是它一次搭乘是可以250块。那我觉得其实在台北市区，虽然250块没有非常多，可是其实是真的蛮好用的。其实我自己做下来，其实我真的是做的蛮勤劳的。社会局持续募集妈妈们的使用心得及经验分享，并推出连续5周从申请这项服务的孕妇名单中抽出幸运儿，送出精美孕婴用品。蒋万安也宣布补助范围今年扩及全台，孕妇不只可以搭去产检或带宝宝打预防针，也可以回娘家或出去散心。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庇护工厂中秋节产品行销记者会，展示各家的产品，协助争取秋节礼品的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现身推荐，呼吁大家多多前往微笑商城的线上购买，帮助庇护工厂的每位工作者能够增加自信，实现梦想。全部都要先拿冰块，然后把冰块放到饮用杯里面。全部放进去吗？对，全部放进去。在朴素咖啡同仁一步步教导下，台北市长蒋万安顺利做出一杯香醇的橙汁咖啡。紧接着，他还到爱不啰嗦等摊位推销庇护工厂伙伴用心制作的手工饼干、特色月饼及咖啡包等商品。再过1个月就是中秋节，为了协助台北市43处庇护工厂争取秋节礼品商机，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行销记者会，呼吁国人多多购买庇护工厂制作的各项商品。我想大家知道，中秋节除了吃月饼、柚子，我们庇护工厂所做的各项礼盒越来越多元、精致、美味，而且不只有手工饼干，有特色的月饼。其实还有耳挂式的咖啡等等，应有尽有，所以送礼自用2相宜。所以真的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中秋来到，不管是想要准备礼盒送亲朋好友，都可以上我们台北市庇护工厂的微笑商城，打微笑商城，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各项庇护工厂精美的礼盒。台北市议员秦惠珠表示，过去几年因为疫情关系，庇护工厂也受到影响，这2年才逐渐恢复买气，因此呼吁市民多多选购庇护工厂的商品，以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庇护工厂这几年呢，生意都有一点没落，特别是前几年这个疫情，大家不太送东西。从去年开始，慢慢有一些复苏的迹象，所以我们希望提前1个月为庇护工厂做中秋节礼盒的宣传，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有这样子好的产品很多人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会互赠礼物、走访亲戚或者社交应酬，
都需要买一些伴手礼。那如果说你有一份这个费用，有一份预算，欢迎你，也拜托你买庇护工厂的产品，既能够帮助这些弱势的好朋友们，又能够协助你去进行人际的互动，这样一举两得，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支持台北市庇护工厂这些小朋友、好朋友、弱势者他们的产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庇护工厂提供近600位身心障碍者与弱势族群工作机会，还帮助每位工作者增强自信，实现梦想。希望大家踊跃购买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庇护工厂每一位陪伴的伙伴，大家很用心的来指导我们所有这些身障朋友，让他们可以自己做出所心爱的各种礼品、各种小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它背后代表都是我们所有这些朋友他的努力、他的付出，每一个细节，不管是包装、手绘，其实都看到他们的用心，甚至可能在之前不断的练习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请启动微笑商城中秋好礼正式开卖。为了提升买气，台北市劳动局方面还推出抽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民众只要加入台北市庇护工厂微笑商城网站会员，并线上购买商品，登录发票后就有机会把 Gogoro iPhone 15 Pro、15000元来回机票及800元按摩券等多项大奖带回家。欢迎大家上网采购，支持弱势族群，让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充满爱与关怀。台北市庇护工厂中秋节礼盒赞。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迎接中秋，台南一间饭店业者推出了月饼礼盒，除了严选食材馅料外，更创新将台南在地的文旦入味，而装月饼的礼盒也经过特别设计，可以当托盘使用，非常精美。今年中秋有没有想吃什么月饼来应景？台南有饭店业者就率先推出赏心悦目的月饼礼盒，由总主厨高文强和主厨甘明祥联手研发6款口味。除了有源自日本和果子做法的凤梨冰酿茶梅和咸甜有致的金月奶黄流心以外，今年还特别将文旦入味，挑战文旦蛋黄月饼，期待推出一般接受度较高的广式月饼以外，也以不同的内馅让民众尝鲜。这次我们的月饼也是结合我们当地的食材了。那我们基本上这次是8个的月饼，6种的口味，然后其中有2种是结合我们当地的那个凤梨啊，还有柚子，做一个食材的那个推广。除了6款月饼等你细细品尝，另外月饼礼盒的设计也是一大巧思，因为上下盒盖就是托盘，可以一边吃月饼，一边沏上一壶茶和家人团聚，让精美的盒盖可以循环使用，回归日常生活。我们今年的中秋礼盒设计呢，是走一个比较环保循环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月饼礼盒呢，它还可以再次的使用，那可以当做日常的小物循环，或者是说可以当做是托盘这样的方式去运用。饭店年年推出的月饼礼盒求新求变，已经累积出好口碑，所以限量6000盒总是完售。而且今年虽然食材、包材都上涨，不过价格却反而亲民。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市是全台有最多无人机用来勘灾救灾的地区。高雄市消防局更运用1对1代练的方式，提高新飞手的考证合格率，让高雄的无人机科技运用也能协助全台其他县市。无人机拍下冈山油炭科技厂大火景象，高雄市的无人机抢灾运用越来越广泛，不管是工厂大火或是野草火警，都能利用无人机不受地面障碍限制的功能，抢先了解现场情况。
而无人机功能也越来越多元，可以使用温度色彩模式判别火场温度与火场范围，让救灾准备工作更精准。例如说有红外线功能，只要人体可以发出体温的，那我们可以针对热点或热区，甚至于说灾民身上已经可以辨识出灾民之后啊，马上针对于重点区域去做一个早期的救援。化学灾害好了，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不用人到里面，不用再用传统的方式，然后用它高倍数的镜头去辨识到灾害物体本身，譬如说桶子上的编号，然后我们去搭配这一些救灾手册。去遵守它应该疏散对应的作为。5月份烧了大规模的山林野火，还有楠梓加工出口区的宋美飞火警，包括在去年底我们去支援屏东民阳的火警，还有今年的0403我们去支援花莲的大地震。的救援在第一时间我们都有运用到无人机到现场去进行空拍，取得现场的立体的资讯，用上帝的视角去做所谓的救灾的现场的研判，然后提供给指挥官去参考跟指令的下达。然后另外讲在这一侧啊，这一侧有个滚轮，它可以去变换你镜头的角度。仔细教学，让学员迅速了解操作方式。目前高雄市共有35台无人机，是全台最多，且飞手就有73人，也是全台名列前茅。因为高雄市消防局采1对1代练教学的模式，大大提高考照合格率。讲解跟那个操作跟着比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第一次摸有1对1教学的话，上下左右啊，或者那个旋转啊，或者变焦啊那些的，有没有就可以立刻说知道这个功能在哪边，然后适用于什么状况，比较能够上手熟悉这样子。说如果这台飞机的避障功能没有很强，或者你在一个环境必须去关掉避障侦查一个物体的时候，手上的手动的舵量的敏感度对飞机的要求是非常高，所以很多学员在这个上面会觉得困难，但我觉得困难还是需要练习的，练习之后你自然就会很容易去对应到我现在应该怎么飞。我们都会用1对1的教学方法，然后去训练飞手的操作技巧跟他们的经验，然后让他们去取得民航局的无人机的证照。那我们也飞手也在全国的各项竞赛里面也获得不错的成绩。目前35台无人机与飞手都平均分散在各救灾大队，遭遇各种灾害都能及时出动，掌握灾情状况，提高高雄各地区的救灾量能。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而高雄近期高温炎热，社群媒体就流传一张图卡，表示南部高温是因为光电板，这是真的吗？专家出面辟谣，一起来关心。高雄的夏天好像越来越热，最近社群网络就传出了一张图卡，表示南部的气温会这么高，是因为光电板装太多了，这是真的吗？我会觉得应该不会是真的，因为感觉跟天气，就是盖太阳能板跟天气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是联想，就是情感上的连结，不是真的，还没研究过。对，我觉得这个太直接了。不是真的。第一个是全球温升的一个议题，现在已经温升到1.5度了嘛，那第二个是这几年因为科技进步了，家家户户都有冷气，学校也班班有冷气，难免会把室内的热也都排到户外来，这个比例一定会造成都市里面温升的一个现象。原来又是假消息。光电板的原理是吸收太阳辐射转换成电能，但以目前的转换能量效率，想要换成热能再来影响大环境的气温，其实是有困难的。天气变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因素比较大。如果要装设一大片的光电板，要造成温升，这个在都市里面并不容易不容易有这么一块那么大的地。第二个热量守恒原理照在地球表面的阳光热度等等之类的，它不容易因为装设的物质有太大的变化，总热量还是大致会留在地球表面。根据事实查核中心辟谣，国外有研究指出，在特定区域的太阳能板会造成温度上升，但与台湾的环境相差了许多。而且专家也分析，火力发电造成的热岛效应远比光电带来的热量还要高出许多，提高绿电的使用率，反而还有机会降低整体环境的气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光电板在现在这几年的那个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第二个，它在转换的过程中是把光转成电，它发的热非常少啊。如果我们同样以火力发电厂来比，火力发电厂要发1度电，所产生的热大概是光电板数十倍的一个热量产生。近年因为全球暖化、极端气候越来越常见，除了减碳防止高温持续上升，面对网络假消息也要有媒体识读的能力，以免被假消息骗到中暑头昏昏。记者孙军高雄报道。现今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上的假讯息可说是层出不穷。中嘉宽屏、港都庆联深入地方进行媒体识读、社区宣讲，现场长辈们热情参与，表示学习到很多判断假讯息的方式，获益良多。拿着手机扫描小游戏，长辈们讨论着如何用最新的科技来学习媒体识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今，网络上假讯息满天飞。中嘉宽屏港都庆联走进前镇区新东里进行社区宣讲，详细解说破解假讯息的方式，让长辈们颇有收获。要确认那个消息的来源，辨别它的那个真假，像警察单位啊，打165什么就防诈骗的，去确认一下。当去年跟我讲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借由这样的讯息，借由电视的力量，给更多人知道。那因为更多人知道，就可以更去防止，尤其是长辈，你知道他们的钱辛辛苦苦赚来，他们如果被诈骗了，其实他们敢不敢讲？绝对不敢讲，因为你跟谁讲都会被骂。走在时代尖端的 AI 也成为新型诈骗手法之一。中嘉宽屏港都庆联除了以 AI 主播小佳作为示范，也以实境游戏互动，让长辈从玩中学，加深媒体识读概念。应对 AI 电话诈骗也有一套。日新月异，我刚刚看到什么庆联小佳，我也吓一跳，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是真人，发现那个是合成，哇，超厉害。那借由这样的东西一直跟大家传播，我相信对社会是好的。所以有时候电话我一看到那个不认识的电话，我是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方面干嘛的，因为现在也80多岁了嘛，所以我也很喜欢就是学新的，就了解一下。我大部分都是直接把它挂掉，本来这个我都不知道，你们这样传播帮宣导出来，我了解很多。我刚才有把它照相照起来，哪一些注意我都有注意，我都把它照起来，然后再传给我的儿子那些朋友去看，就是要注意这些。现场也推广高雄市公用频道，让更多人认识兼具公益、艺文、社交性质，属于高雄市民的播送内容，也多了一个具公正性的消息来源，让媒体识读从多方角度扎根社区。新东里媒体识读，记者李正、李凡飞，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